好多人呢，將嗰個腰腿痛啊，就定義成坐骨神經痛。有啲呢揸住張片，又將佢定義成嗰個腰間盤突出。一拍個片出嚟呢，就話腰間盤啊如何如何啊。其實呢個呢，就唔嚴謹嘅。咁我哋知道啊，我哋古老嘅文化呢，將呢啲疼痛呢，佢嘅具體痛法同埋生理部位呢，就要去辨經嘅啊，要辨佢嘅經絡。咁咧，如果出現咗麻啊、痛啊咁咧，咁如果出現喺較深層次嘅咧，咁佢就係經脈嘅問題啦。咁如果呢啲麻啊、痛啊出現喺較淺嘅層次咧，可能就係絡脈嘅問題。呢個時候咧，就要考慮到呢個穴位進行刺激。但係咧，好多情況都係由於我哋嘅運動損傷或者疲勞啊各方面，咁呢個時候就會牽扯到一種叫做牽扯痛，或者中醫嘅理論叫做筋痹啊。咁一般呢啲經筋嘅問題咧就居多嘅，比之前嗰種出現咗麻痛嗰種情況咧出現得更多啊。咁呢個時候咧就要考慮嘅係筋膜、肌肉同埋嗰啲經筋嘅鬆解啦。咁一般咧，所有嘅疼痛喺臨床上，大多數咧都係呢啲經筋嘅問題居多。咁呢個時候對呢啲經筋嘅鬆解，咁我哋一般咧就會用到圓脷針啦，係咪啊？定筋針去進行對呢啲肌肉啊同埋筋絡嘅鬆解啊。具體咧可以參考膜論同埋經筋論啊等等呢啲書籍。咁對啱啱提出嘅一啲經脈嘅疼痛咧，因為佢係比較深層次，一般咧就會用到大針啊、長針啊呢啲啦。咁如果絡脈咧就用岩針啊、短針啊呢啲咁樣樣。咁配合嘅相應嘅吹氣手法同埋保持手法。如果更表層嘅咧，就通過刮痧啊咁樣都得，係咪啊？咁我哋就要辨證啦。我哋嘅老祖宗張仲景都講過啦，通常呢啲病邪咧，一般都係從表到裏嘅，最開始肯定係打入你個胃氣，係嘛？你個胃氣唔得啦，佢就進入你個絡脈，再到肌肉、經筋，再到深層次嘅，咁但係好多時運動損傷咧，佢就直接咧就跳過你表層，就到達中層。其實好多時咧就係表層嘅一啲問題同埋肌肉嘅問題，你長期唔去理佢，結果咧佢就深入到你個經脈度啦，所以都係嗰一句啦，係咪？病向淺中醫，係嘛？當你病淺嘅時候，自己又可以輕輕鬆鬆搞掂佢啦嘛，唔使入到骨，係嘛？要搞到好似阿關羽咁刮骨療傷，不單嘅時間長咗，自己又痛咗，係嘛？淺嘅時候嗱，好似我咁樣搞幾下就 OK 晒。